台城幼儿园的小朋友鼓水活泼的表演，和大家的妈妈对咧拍扑啊，因对啦为台南市南区115年度模范母亲表扬甲开书报，同时嘛献上特别的祝福。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今年由你办公处甲社区发展协会所推荐的12位模范母亲一一奖台，接受区长肖秀华致敬颁纳礼品，同时伫亲人陪伴甲面带见证，来感受这群母亲辛苦请养家儿、顾家庭，甚至参与社会公益的温暖力量。其中由戴成理所推荐的苏黄桃女士已经高龄94岁。感觉就足欢喜啊！阮里长啦，就是阮里长推广的啦，市政府啦遮主办单位啦，谢谢大家啦，特别真水水的了，对啊，真水水的也伊们合成啊啦，感谢啦。另外，由南华里所推荐的陈秀子女士嘛进一步核选市府智慧妈妈。今年较无同的各有议员是于新网所推荐关注民模范母亲，由代表接受表扬。每一位奖台妈妈拢水当当，归功实力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美容师帮的美容保养，也佮有读骹甲经教头的乐龄，嘛希望借此宣传劳动部有针对新住民的4个职前训练课程，要赶紧报名。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就是说辛苦的妈妈，那来跟他们颁奖，帮他们在慰劳他们之前没有做过脸或过妆那种美貌，所以我们希望想说来完成他们的美貌及颁奖。所以今天的活动我们有包括颈肩帮妈妈按摩放松以外，头皮舒压，还有一些像基本的脸部保养，做一些逆龄冻龄的课程，把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今天来接受这个我们南区区公所的一个表扬活动。那我们也觉得蛮欣慰的，就是说这个活动也一直持续这样7年，我们也蛮感谢区公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成医甲美保科的师生嘛动员帮妈妈彩妆，将因专业所学的实际运用落实产学对接。学生来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学生也很乐意来，就是把他们所学应用在我们这些得奖的模范妈妈。很感谢我们的静心花艺科设计以及慈力美学那结合我们一些相关的团体，今天给妈妈在表扬之前，除了给予按摩以外呢，也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总监这几年来长期的挹注我们表扬活动的相关经费跟礼物12位表扬的妈妈里面呢，其中高龄的是我们大城里的蔡妈妈，那她高龄有94岁。那今年由我们区公所推派到市府表扬的是我们南花里的姑妈妈，我们陈秀子陈女士。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感谢所有妈妈们1年来的辛苦，也透过这样子的表演活动，让大家把心里的爱勇敢的表现出来。每一档公所精心规划母亲节表扬，嘛希望家儿勇敢表达感谢甲爱，无论外无闲，一通电话或者是一声关心，都是上好的礼物。祝贺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咱的新闻军职采访报道。